成功，大家真心一个感谢，谢谢啦哈！阮所有管理员会学生成人，跟其他大家团体，来跟大家一起讲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我们的连主委带领的这所有的团队们来努力，才能够完成啊！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咱的信徒，我跟咱的干部啊。